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8，诗篇136篇25到26节安尼讲：伊使食物，予所有的活物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就感谢天顶的上帝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三甲来祈祷，使食物予所有活物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充满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恩典甲慈爱的天父。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遐通意爱，你的荣光遍满伫通世界。主啊，令你救恩的盾牌保护阮，你用正手扶持阮，你的正手要做通行为的事，互阮看。主啊，阮的心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溪水。主啊，阮的心要饱足，亲像食丰盛的好物。阮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了你。主啊，你是赐丰盛的主，你要赏赐食物，予所有的活物，所以我要来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存续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